其实透过 M-Zone 的这样的一个空间，然后我们提供这样的设备，可以让民众去完成他一些自己手工做一些制造者的产品。因为这些设备其实在坊间其实是比较少看得到，然后其实各个县市也不是每个县市都有像这样的 maker 的 space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也吸引了外县市的这些 maker 来高雄，然后来帮他们完成他们想要做的产品，或者想要完成的梦想。Maker School 就是让一些对于 Maker 有兴趣，可是你可能技巧上面没有纯熟的，那可以来这边来上课，然后透过我们的这些课程哦，你可以成为一个很职业的 Maker。那其实像我们这边进驻的团队，像印团队，他们本来就不是 Maker， 但是因为他们收到我们这些课程的大概3-4个月的这样的课程，然后也让自己成为一个很专业的 Maker， 然后他们的产品也放到嘖的平台上去做一些木款的工作。Maker School 大港制造学校正式开学。那我觉得未来，我希望可以让就是这些 Maker 的产品哦，不是只有在线上平台，也希望可以把这些产品销到不是只有台湾，可能海外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些 Maker 的产品。坐落于駁二艺术特区的 M-Zone 大港制造区是全台湾人气超旺的制造者空间，为期快2个月的数位制造展，全新强档力所 3D 列印你的生活中已经开始因为 3D 列印有了转变，想知道 3D 如何列印你的生活吗？大港制造学校邀你一起体验、观察、探索数位制造的乐趣。